由于世界疫情日趋严重，老挝也加强了入境管理，非紧急、非必要，暂时就不要考虑出国了。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老挝非你所想。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在东南亚各国疫情日趋严重，老挝的本土病例虽然不多，但是境外输入每天都在200-300人。老挝政府不能拒绝本国人员回国，但同时也加强了外国人入境的管制。老挝疫情防控委员会在最新的防控通知里面增加了3项内容。第一，做入境批文必须先交$300医疗保险和 GPS 手环佩戴费。这里一个是提高了费用，第二个是 GPS 手环佩戴让很多人不能像以前一样只用交钱不用隔离。第二点，劳动部将严格审查公司企业的用工指标，不符合规定的或者超额的企业不能再邀请外籍人员入境老挝。有很多人可能不理解，有人说我在老挝根本没有公司邀请我，那我的邀请函入境批文是怎么办下来的呢？其实就是这边给你办理批文和邀请函的人，他们拿着别的公司的指标来给你申请的。当然，这些指标他们也会付给那些公司一定的费用。这也是我在前面节目里说过的，为什么说有些人你的证件在老挝不合法不合规，因为邀请你的公司跟你实际在老挝从事的工作职业是完全挨不上边的。第三点，移民局对公司和企业备案，哪个公司邀请的外籍人员到老挝以后从事非法活动，被抓后公司要承担连带责任，罚款$3000每人。这条规定一出来以后，稍微胆小一点的企业老板就不敢随便去卖公司的外籍人员用工指标了，这也让入境老挝更加困难。除了新加的这3点，现在入境老挝，政府还要求14+14的隔离制度，这样隔离时间从14天延长到28天。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一点是最不能忍受的。其他方面的入境政策跟以前保持一样。没有看过我以前视频的小伙伴，可以翻看一下我以前的视频，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好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一起来学习几句简单实用的老挝语口语。疫情防控委员会 Khana Sapokit 隔离中心 Sun Gatto 隔离酒店 Hongham Gatto 移民局 Gong Tamluang Kukong Kun Tang Pate 外交部 Gasuang Gan Tang Pate。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关注、点赞、收藏、分享。老挝非你所想，带你了解一个真实的、不一样的老挝。拜拜，明天见。